大家有冇聽過東方色譜呢個名？喺我睇嚟就係英文 color 裏邊完全揾唔到呢隻顏色。中國人可以將佢咧改到好好聽嘅名。我仲發現東方色譜裏邊嘅色喺翡翠手握裏邊係可以好淋漓盡致咁樣展現出嚟。大家聽聽，你知道幾多？天青色，北宋古謠裏邊雨過天青雲破處嘅呢種有色嘅追求，翡翠情緒手握裏邊，我哋就見得好多呢種好似江南神霧咁清透嘅顏色，就帶住宋徽宗呢種天下一人嘅文人傲骨，又蘊藏住千里江河圖嘅淵淵墨淵。你有冇聽過月白色？呢個呢係東方美學裏邊嘅極致留白。明代嘅文人用月白風清嚟形容自己嘅心境，喺冰翠翡翠中就形成月光咁嘅清輝。好可惜，紫羅蘭手握中最清雅嘅淺紫色調，喺晨光中泛起薄霧嘅淺紫咁樣，如詩如畫。我哋每日接觸唔同顏色嘅翡翠，就好似穿越千年嘅傳統色喺翡翠手握中覺醒咁樣。每一種顏色都好似喺度講緊真正嘅時尚，從來都唔會因為時光而褪色。品翡翠之美，讀華夏文化，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